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7月22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75篇，但以理书12章第1节到13节，马太福音12章15节到21节。今日要分享的主题是所经选的罗卜。选民这个字真容易产生误解。特别是犹太教徒，也是以色列人，用选民的身份来自我骄傲，就来排斥其他遐个称做外邦人的人。初代教会甚至发生过犹太基督徒要求外邦基督徒先透过受割礼变成做犹太人，然后才当接受救恩的讲法。到底选民、被选的人 ，the chosen people 是要做啥？既然基督徒是因为学习基督，然后被称做基督徒的时阵，那安尼咱着爱思考是基督教的信仰，也是讲基督徒正做被选的人是要来享福，也是其他的代志。咱先要来讲到亚伯拉罕的受呼召。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上清楚的记载。圣经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福你，互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赐福互因；咒诅你的，我要责罚因。地上万族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对，第2节真清楚讲到受呼召是要得到应允，因此受到祝福，这无问题。但是伫第3节上尾一句，却是这个受呼召的结论。上帝讲：“我要借着你来赐福互万民。”这是中文的翻译啦吼。亚伯拉罕受呼召选民的责任，就是地上万族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咱搁来看出埃及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出埃及记第5章第1节，当摩西去甲即个法老王讲话时阵，就甲伊讲，后来摩西亚伦去甲法老讲，以色列人上帝耶和华安尼讲。准我的百姓去，通伫旷野为我守节。中文的翻译讲去敬拜我。出埃及的目的是为着要敬拜上帝，也是讲是服侍上帝。照耶稣基督新的诫命来讲，听上帝是第一个诫命。第2个三亲像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听人亲像家己。所以基督徒成做基督徒的目的，就是要成做迄个受选的罗卜 ，the chosen servant。今仔日的经文马太福音12章，中间提到耶稣基督的工作，并且引用圣经以赛亚书42章第3节的经文，讲到迄个受地上的芦苇，伊要压断。要花的灯火，伊就来甲分来用互花吼。伊要坚持正义，直到这个正义得胜，全世界的人拢将迄个亡镜托伫伊的身上。圣经提到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这是伫12章的上头前写的。因为伊是上帝所选的罗卜。为着要坚持正义，要互正义来得胜。咱来看见着受领去到巴比伦的但以理，虽然伊受领，但是伊有愿伫迄个所在来服侍上帝。上过尾，咱搁爱倒转来咱的现状来思考。
几工前，台湾大学的校长公开讲中国留学生嘛是阮的学生，着爱开放因赶紧转来台湾读册。但是牧师想要问的是，咱中央防疫的即个专家小组的负责人是台大副校长啊。因应该上清楚，目前全世界疫情是伫迄个失控的状态内底，特别加上中国最近的水灾，疫情资料无够透明，咱先莫去问讲，伊是安怎干那摕中国学生，无讲国际学生嘛是我的学生。但是事实上，即种的要求是徛伫家己的立场，而且甲台湾的防疫放伫即个真危险的境界。最近咱拢有提到讲，基督徒伫防疫的中间，着怎样扮演咱的角色？牧师也提到讲，有一寡基督徒用圣经、用信仰、用创造、用上帝的名，伫遐来主张家己的权利。但是基督徒实在是咱袂使主张上帝互我权利，无要配合。反倒当咱应该搁较主动、搁较积极，甚至做比人搁较济，来帮助疫情的控制。因为咱毋通袂记即，咱爱亲像学习亲像基督共款，互人得到医治，而且爱做一个会通讲是真适当受选的萝卜的角色。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7月22号。我们的经文是诗篇75篇，但以理书12章1到13节，马太福音12章15到21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所选的仆人。选民这两个字很容易产生误解，特别是犹太教教徒以色列人，他们以选民自居，因此他们就排斥了其他那称为外邦人的那些人。在初代教会，甚至更发生了犹太基督徒要求外邦基督徒要先接受割礼，变成为这个犹太人之后，才能够得到救恩的说法。到底选民，我们说被选的人民 ，the chosen people， 到底要做什么？既然基督徒是因为学习基督的样式而被称为基督徒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基督教信仰要基督徒成为怎么样的被选者，是享福呢，还是其他的事？我们要先谈亚伯拉罕的呼召。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其实是最清楚的记载。上主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故乡、亲族和你父亲的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多子多孙，他们要形成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使你大有名望。这样，人要因你蒙福。祝福你的，我要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我要借着你赐福给万民。”在第2节的经文非常明白，受呼召得应许，因此是受祝福的。但是第3节的最后一句却是呼召的总结。上帝说：“我要借着你赐福给万民。”亚伯拉罕的受呼召选民的责任是要使地上的所有的人因为这个选民而得到福气。我们另外再看看出埃及记，上帝带领以色列的目的。出埃及记第5章第1节，圣经这样记载：“
后来摩西和亚伦去见埃及王，说：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放我的子民走，好让他们到旷野过节，敬拜我。出埃及的目的是为了要敬拜上帝。按照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的诫命，他说爱上帝是第一条的诫命，第二条是相等的重要，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这个目的就是要成为所选的仆人，a chosen servant。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2章当中提到了耶稣基督的工作，并引用了圣经以赛亚书第42章第3节的经文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熄的灯火它不吹灭，他要坚持正义，直到正义得胜。全世界的人民都要把希望寄托于他。在马太福音第12章，提到的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因为他是上帝所选的奴仆，他为了要坚持正义，使正义得胜。我们也看到了被掳到巴比伦的但以理，虽然是被掳，但却仍然是要服侍上帝。好了，最后我们要回到现状。几天前，台湾大学的校长公开的说，中国留学生也是我们的学生，所以要开放他们尽快的回到台湾来读书。但是我们似乎忘记了，或是说台大校长似乎忘记了，中央防疫的专家小组负责人是台大的副校长，他们应该是最清楚目前全世界疫情失控的状况。特别加上中国目前所遭遇到的水患，疫情资料的不透明，我们可能先不要去质问他说为什么只有提中国学生，没有说国际学生也是我们的学生。但是事实上，这样的要求是建立在个人或是私利的角度在思考，这样的要求绝对是将台湾的防疫置于危险的境界。最近我们都谈到了基督徒在防疫当中应该要扮演的角色。我们不但不能主张上帝给我权力不配合，反而我们应当更主动的、更积极的做得比别人还要更多、更透彻，来帮助疫情的控制。因此，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的目标是要使人得医治，作为一个称职的受选的仆人。